依然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黄国忠伊伫1995年4月12号分发到南洋舰队917号做这个营务兵。伊上船呢17天，舰队讲伊真歹沟通，要请这个家属来见面。4月29号。伊的妈妈陈聘娥甲因爸爸黄清文就来这个舰队看家己后生，结果煞认袂出来，一个18、19岁的人竟然生白头鬃，规个人足惊吓，佮直直流目屎安尼，而且毋知安怎，伊一只骹佮无穿鞋，骹顶管佮一大块安尼乌乌红红，敢若是去烫着的伤接，而且呢开始咧溃烂。看起来黄国忠应该是去人欺负，毋过伊欺负这个状况，嘛无因为家属来见面呢，就变较好。这舰队敢若甲伊调职，黄国忠到一个新的单位，人就继续讲欺负。黄国忠只好找这个副舰长来申诉。副舰长竟然讲：别人拢无去人欺负，敢若欺负你，迄边哪有可能？安尼甲问题担互黄国忠，伊嘛毋敢去找破的，惊讲会去用讲是廖白啊。除了医官呢，治伊的骹伤，嘛有甲伊关心以外，规个舰队无人会当解决伊的问题。6月初9，南洋舰要出港迄天的早起，黄国忠敲电话转花莲，甲因老母讲，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甲救。无伊真正会死。迄当阵呢，这陈聘娥想讲哪有遐严重呢？甚至呢，佮甲骂，叫伊毋通咧内底洗性地。结果迄天半暝舰队又佮敲电话来甲花莲，讲黄国忠失踪啊！这个时阵呢，陈聘娥真正后悔无及，伊就赶来这个高雄，上船甲遐长官要问清楚状况。长官就问伊讲，黄国忠敢会晓收水？陈聘娥就是讲要替伊找囡仔，戆戆就应讲200-300公尺应该是无问题。就安尼，这个长官就讲伊晓收水，黄国忠一定是逃兵。毋过逃嘛无要紧找到转来就好啊。结果6月13号，黄家就收到黄国忠亲笔写的批。内底除了讲这个在军队内底去用霸凌啦，还是安怎互伊痛苦啦，甚至甲讲出来的人若无要甲我斗相共，我当剩3条路会当行，一个是杀人，一个是逃兵，一个是自杀。这个批呢，其实对这个6月13号开始呢，陆陆续续寄来到黄家啦，佮黄家这一寡亲戚朋友厝内。寄批这个邮托呢，是讲是写着6月初9。也就是黄国忠去用诬赖讲做逃兵的日子呢，这要哪有可能？迄天要上船，搁爱出港，伊要哪有时间寄批，搁来逃兵呢？而且咧船顶若是要寄批，敢有可能安尼四架写四架寄，拢毋免检查内容呢？陈聘娥哪想哪袂通，结果6月17号，洪世立会敲电话来讲，中国迄边的渔民。发现一具或者有这个穿着黄国忠兵籍号码这个军服的尸体，这下真正甲陈聘娥最后的希望拍一个碎糊糊去。也就这个时阵，陈聘娥彻底了解到讲，后生迄天真正是找伊咧画救命，伊无甲救，佮甲骂，实在是足后悔。嘛是因为这款后悔的心情。互陈聘娥规心要找出真相，到底中国迄边的尸体敢是国忠的？国忠伫军队内底到底是拄着什么款的事件，伊拢爱了解。所以伊随向这个迄当阵咧花莲呢做立法委员黄信介，还有这个国大代表陈永兴来侦证。一时间，黄国忠这个花莲的少年死亡的事件。
变做全国媒体关注的对象。立法院呢，嘛展开一寡要检讨这个国军的声音，而且呢，国军讲话啊，就颠颠倒倒，随着好像骂甲变过呢。讲足侪人啊，捌伫这个南洋舰做兵的啦，拢敲电话去陈永兴啊，甲黄信介遐，讲毋但南洋舰尔呢，佮有啥物水洋舰啊、开洋舰，拢有严重这个管教无适当呐，老兵欺负新兵的歹习惯。6月25号，陈平娥呢来到这个中国的石西渔港，讲黄国忠啊已经创立了这个石西滨海公墓。政府呢是讲无可能互因开棺验尸啦，啊嘛袂使吼，甲这个遗体吼载登去台湾，一定要伫中国先火化，才会当放人。实在想讲吼，要赶紧甲后生带登来台湾，伊就同意讲，先甲这个黄国忠呢送来去火化。这个陈平娥呢，即马手头敢若有中国法医吴一怀写的这个验尸报告。啊，佮有伊呢提供这个4张的验尸的相片，根据这个相片的军服，佮有这个佛珠啊，陈平娥确定这内底是伊的后生黄国忠无毋对。不过，这个证据呢，虽然是会当证明讲台湾这个军队啊有问题，要毋过后生到底是安怎来死呢？其实也毋知。陈平娥继续来找这个监察院来侦证。监察委员呢，就昌平，伊就要求讲，将这个相片啊，甲放较大咧。结果啊，真正咧黄国忠咧头壳的部位啊，头壳顶悬看到一支要15公分的这个不明物体，应该看起来是铁啊做的。啊，伊的头壳顶为伊的头壳顶安尼个插落，蹭过片仔的所在。啊，倒边呢，佫有一个三角的，同款嘛是铁仔的物件插伫伊的头壳。除非啊，这是伊死了后才甲插落。若无，这两支金属的物件，有可能就是害死黄国忠的凶器，是去用拍，也是去用凌迟虐待。是安怎？这个军队拢毋敢讲伊个头壳有这个铁钉，敢若铁钉的物件呢？这个国防部啊，就是一块乌布，讲完全无画面啦。海军司令部呢，在1997年7月22号，讲宣布这个专案拢无要起诉任何人。将这个舰长方一成啊，伊去互监察院弹劾，啊，其他的人拢总无做呢。这嘛是一个真怪奇的事件。啊，为着无爱互家己的后生黄国忠白白来死，陈平娥呢，伊就成立军中人权促进会。伊即马变做大家拢足熟悉黄妈妈，伊咧替军中人权代志呢咧走总。黄国忠的死呢，即马变做石沉大海的疑案。啊，毋过黄妈妈伫咧，伊绝对袂互即款代志阁继续来发生。欢迎来到疑案之声少年人的悬疑广告电台，我是董灭。咱这个节目呢是受到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补助的一个这个 podcast 啊，咱就是甲迄个网络顶头咱较早有写一寡迄文啊，摕落来，甲大家分享啊，用这个台语的方式，佮请一寡来宾来同齐来讨论这个悬案疑案，对对。啊，今仔日呢要讨论这个案件有一寡这个咱普通人较毋知影的物件啦其实拢足侪疑案，你种是另外一个世界啦另外一个社会啦另外一个状况啊，咱就要请到迄个社会的人，因较了解因迄个代志的人，来甲咱同齐来解破，讲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今日要讲的这个案呢，就是伫军中黄国忠啊，就是尾啊造成这个军队内底有足侪迄个不平等的代志嘛，豆豆去显出来啦，一寡法律嘛开始进行这个修改啦，拢是为这个案开始的。啊，今日请来这个来宾是一个好朋友嘛是一个作家
哦，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即马是做甲，今年是做甲啥？大家理事长哦，今年是理事长大人呐，请着理事长大人哈，这个铁伟啊，欢迎啊，铁仪欢迎铁仪。大家好，我是铁仪。你敢若介绍一下是安怎要讲到军队的代志时阵，爱请你来？这个部分牵涉着讲我以往的一寡经历，因为我进前伫部队内底捌做过5年的普队长，所以对咱国军部队的一寡运作啥拢较清楚，所以嘛会使来甲大家分享一寡我家己的个人的经验。你捌有当着即款海，因为这是海军嘛，这种海军啊、空军啊、陆军，其实无共款的，咱感觉无共款的军种，其实内面的文化，敢是拢小看无共对无？因为部队三军伊家己本身的作战的迄款任务特色无共，但是因为所谓即款国军即款威权体制下，个特殊的迄款权利义务的即款体制下，其实足侪不为人知的迄款代志，拢会伫部队内底迄款点点仔咧发生。你捌辅导过啥物款？你感觉是较严重啊？而且即个案，即个个案，你若是无甲伊心角甲透开，有可能会发生代志的迄款案例无？敢有？即摆敢会使讲？基本上我家己本身是无拄着遮尔严重的代志因为最主要拢是会伫问题发生进前，甲出讲一寡美角出来时阵，我就先去甲阻止，先去甲做一个事先的处理，袂互伊甲迄款阿兵哥真正要出代志的时阵，伊当阵要来收煞收尾就较严重、较困难嘛是好加载对。你咧看即个案的时阵你敢有看到讲伊即个案？是因为咱拄则咧黑白开讲的时阵，就想讲伊到底是真正要甲杀，还是无细理去用拍死，还是到底是安怎？那会讲，迄就是你的，是你的手下，嘛是你的共推，嘛是有可能是你的即个朋友，还是啥？你哪会甘要甲伊安尼杀死，搁等落海安尼？因为按照我家己本身的经验啦，就是实际上落部队了，其实较早期拢会捌听过一寡老兵啦，或者迄款老士官咧，甲一寡菜鸟咧警告，讲你也无乖乖咧听话吼，无配合迄款部队的迄款命令来做代志，你也是伤过白目，吼，我就是甲你拍甲你袂堪的了吼，你也是万一真正无小心互阮拍死了，我再甲你等咧水底，等咧海底。对等迄款山沟边，然后再甲你厝内底的人讲，某人因老爸老母恁囝就当兵等甲你的尸体互找着时阵，已经死无对证所以变做讲，大家拢会惊吓讲也是即款代志发生咧我家己身上的话，哇，迄就是一条人命，所以感觉讲，大家对部队即款无合理的一寡领导方式。或者是管理方式，拢会感觉讲就使人着惊甲惊吓，所以以前大家拢会感觉讲我的囝是迄款去做兵有法度平平安安退伍，就是一件天大地大得的，会使互大家足欢喜的代志。无落去参进前足侪迄款的部队内底一寡，不管是士兵啦、士官、军官，拢有拄着过一款奇奇怪怪迄款命案甲意外，未开战就许家己人杀死，其实嘛足奇怪呢这就牵涉到迄款所谓的迄款部队领地的即款事件甲案件，因为伫部队内底，有足侪款学长甲学弟迄款无合理的制度。迄是因为学长其实因需要辅导对无？是因的心理有问题对无？对，其实是怀共欺负人的人，有即款。问题而且佫有足侪款，伊会感觉讲，以前我就是互学长安尼先甲我欺负，即摆我变老鸟是安怎？即款的菜鸟袂使互我换我来甲伊欺负一下咧，就是迄款人讲新妇做甲变大家迄款心态安尼。因为咱若有进前有听讲，我咧讲即个案的时阵，你就会发觉讲，
伊其实毋若是即个咧军队内底吼，是安怎来死？啊尾啊吼，其实有一个足咱会使讲嫌疑的部分，就是伊的尸体叫人弹落海，啊那会遮拄好，佫会当浮起来。伊若是尸体真正弹到海底啊，拢找无，即个案其实都真正会变做，就是你谈就拄则特意讲的，就是刀兵安就收煞对无？一般来讲是安尼。啊，黄国忠即个命案较特殊的部分是讲，啊，伊的尸体可能是因为咱两岸台湾海峡的水流的关系，所以遐怎伊的尸体是漂流到对岸去啊。啊，漂流到对岸了，透过两岸的红十字会，来通知黄国忠的厝内底人变讲黄国忠的妈妈才有即个机会去的对岸遐去领这尸体安尼。黄妈妈其实咧军中较早嘛是一个代名词对无？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伊因为囝后生出代志了后，伊就变做是足济即个阿兵哥会去找伊斗相共啊一个对象对无？当然这就是牵涉着讲，因为伊伫拍拼，要想办法替家己的即个后生，就是即个黄国忠找出伊死亡的真相的过程当中，伊对部队甲法律有足侪交手，所以伊会开始知影讲部队伊的习惯性用虾米款的方式去隐瞒证据。比如讲，伊会使透过讲伊家本身的经验，替其他伫部队内底共款受到领地的阿兵哥来替因出头，替因想办法解决安尼。所以又变讲是一个国军内底人权保障委员会代名词，甲伊衍生的元素起点。就是看到黄妈妈吼，就会想到讲，其实有足济即落，敢若咱的交通啦，出车祸的，各一拄寡甲咧性别平等的，其实拢是有人先牺牲因的性命，伊的即个妈妈啦，或者爸爸开始替咱检讨讲，咱的法律到底出啥物问题，那有一款甲即个人命当作敢若是笨蛇安尼对待吼，即马法律已经豆豆咧修改，逐年其实拢会豆豆咧进步希望咱有一天会当看到讲，就是做兵即件代志，因为较早俗语都讲嘛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对无？若是有一天咱会当看到讲，做兵是一件真公平的代志，参像美国迄边就是敢做兵，美国迄边敢若做兵是一件即落真荣耀的代志，对无？因为较健全的训练甲所谓军官养成的教育，所以头因也是有法度按西点军校出来，拢是汉草，即是讲体能甲智能拢较厉害精英分子安尼。因为我咧熟悉这个特意的时阵，我会感觉讲，伊若是继续咧军队内底，伊嘛一定是军队内底这个精英分子。所以，咱的后一集的要继续来请特意来讲一寡，伊为军队内底发生的代志，尾啊，伊甲提出来，开始写小说、写剧本、写故事。搁有即个，咱拄则美国即边，我搁有一寡代志想要问，后一集呢，搁想要继续甲特意来请教。这是重大历史嫌疑案件调查办公室，简称疑案办，单用各种嫌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记录台湾大小小案件。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